外处也有其他忏悔的对境，比如三句经中的35佛与佛像、佛经、佛塔等前细心忏悔，都属于所依对之力。此外，发愿行菩提心是一切忏罪中必不可少的。这里有提到嘛，我们如果是没有发那种怎么说呢，那个愿菩提心以及行菩提心这两种的这个菩提心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具备了其他的一切忏悔的对治力也是不会有效果的。因为这个来说到，也是我们当然要知道，作为一个我们修解脱的道路上最主要的、最根本、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这个核心就是菩提心。那么菩提心当中来说呢，那就是有愿菩提心行菩提心，我们也是有分别是什么世俗菩提心以及圣域菩提心以这样的分别嘛。所以就是总的来说了，就是法心是必不可少的，所以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发菩提心，即使具足四力忏悔堕罪，也只能稍许减轻，而不能彻底清净。如果相续中升起了无畏菩提心，则往昔所造的一切罪业自然清净。如果说我们有了这个菩提心的基础那么在这个根本上，再能够按照如理如法的圆满四种对治力，而在这个怎么说呢，那个修持的情况下呢，就完完全全就是所有的业障都是会忏悔清净的。入习论云：如人虽犯极重罪，然依永时得出位。若有速令解脱之，为贼之人何不依？就如菩萨行论当中所讲的一样，如果是有人怎么说呢，造了严重的罪，那也是可以获得一个依考的情况下，那当然就是有会相近各种的办法。就像我们就是这个，就是我们一个人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罪，他能够可以找到一个怎么说呢，大人可以帮助他的人，他就是想尽各种的办法去找他，能够可以脱离他自己的罪业。这个方面来说，不顾一切的会去做嘛，对不对？就像这样的，我们有没有犯严重的罪？我们就是已经犯了严重的罪，所以就是导致在这个轮回的苦海当中，已经是很久很久，从无数的时间以来到现在，一直不断的在轮回的苦海当中，不断的在痛苦，对吧？那所以我们现在既然是一个人，但也是不知道我们的下一世会是什么，那么我们就知道就有一个叫做地狱这么的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那么在那里，我们如果是我们要去那里的话，那就是痛苦的方面来说的，也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而且时间也是非常长的。那么就是没有幸福也没有安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那这个地方呢，当然就是任何一个人都不希望去，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因为就是业力因果就是这样，我们的一切决定在因果的手中，不是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所以我们没有任何自由。我们这一次得到一个人生，这也并不是说因为我们自己所想要得到一个人生，所以就自己的选择。那么就是在我们的前世跟这一世的这个中间呢，就是有人让你选择说，好，这里有几个人可以做人，那有多少个众生可以做什么，你要选哪一个，那我们去选。强不是这样的，这一切都是以因果决定的。所以呢，我们已经是造了严重的罪，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如果是有一个方式能够可以彻底的
解决了我们所有的罪业，忏悔能够清净所有的罪业的话，那这个事情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呢？如果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了这样再不去做之后，那个人是什么样子呢？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没有智慧的，是一个笨蛋或者是一个傻子，才是不会去选择这个，对不对？那所以我们既然已经得到了那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发菩提心。在《入菩萨行论》当中所讲的菩提心的功德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我们在今天在修持金刚萨埵的这个忏悔的这个功课当中来说的话，也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就是菩提心。所以这里面呢，就是用的就是在《入菩萨行论》当中的，在主要是有一个人有心的一个人那就是一定会去这样做。为何去不做这个呢？那就是说明这个那就是没有智慧的，就没有心的人。那有心的话，那一定会这样做，一定不要这样做，等等的这种的一个比例。接下来还有菩提心的功德，菩提心如芥末火，刹那能什么？能毁诸重罪。所以菩提心它就是相当，就是这里面讲的就是它的力量。那我们知道火是很有力量嘛，对不对？火呢就可以烧掉所有的东西，也可以说嘛，就是石头火也可以烧掉，可以融化掉，铁的、钢的什么全部都可以烧掉嘛，对不对？那就是任何一个东西火烧不掉的，就是很少很少嘛，对不对？火不能烧，但是火的力量就是来说的，就是相当就是结果就是最后整个世界，那么就是变成怎么说呢？那个摧毁的时候有这个怎么说呢？就怎么说呢？这个时候的火的力量呢，就是不光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火一样的这样的力量。那实际上来说的话，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就世界上有些大的这个火山爆发的时候，那么就是距离多少公里呢，都是会有非常高的温度。那么这个范围里面呢，就是根本就是不会留下任何一个生命都会烧死的这种的那个热量嘛，对不对？那我们所讲的这个世界最后的这个怎么说呢？最后的这个出现的这个火，那是比这些的那个热量完全是没有办法比较的。它是一个那样的一个怎么说呢？无比大的一个力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热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火。所以菩提心的功德来说到，就像这样的这么的厉害。所以我们消除业障的所有的这个怎么说呢？功德当中来说的话，那菩提心的功德才是最大的。那当然就是《入菩萨行论》里面还有很多就是菩提心跟其他的功德比较的部分是很多很多嘛，对不对？对。那这里面讲到的也是这个。